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哈，这书的心声，我的心声，我的心声，我肺腑之言，书内底心的想法。今仔日就这机会来向各位来报告这张我早起想我甲写呢。念佛旷时找理由啊，何时无常不清楚啊？当下追赶已嫌迟，岂能将命交阴符啊？各位，这意思各位你听有无？简单，这白话文，这是白话文哈，白话文。念佛旷时就荒废啦，你念佛无甲在意，无重视就对，无甲注重，各位啊，你旷时就是甲荒废掉，荒废掉。各位知无吼？啊，你搁找理由，哎呀，我都是安怎，我就是安怎，我就是安怎，我安怎，一大堆的理由，但是你不爱念佛，你找理由哦，安尼。何时无常不清楚啊？但是你什么时阵无常就是死亡哦。你有一天要断开哦，你要离开娑婆世界哦。这个无常来的时阵是什么时阵呢？唔知啊，唔知，你无清楚啊，你无清楚啊，各位，你无法度控制啊，你家己本身袂当安排啊。你看咱人是这么软弱啊，各位，你讲哦，我是外敖，我会当哦什么做什么物件，我是真巧真敖的，对，咱大家搞新鲜，真有才能。但是你要死，你知唔知？要死你知唔知？什么时阵？哈，各位，你无法度了，你袂当控制，你袂当安排你，所以各位一定要了解，何时无常不清楚，不清楚，你无常来的时阵，你无清楚嘛？唔知什么时阵，也无甲你通知。当下追赶已嫌迟，当下目前眼前，你要追赶紧要念佛咯。我若无赶紧念佛，佛祖讲，你念3声、2声、1声，甚至一个念头要去，佛就永远袂甲你放弃。永远袂放弃，永远袂甲你放散，所以你当下要追赶，赶紧要念佛咯，已经嫌迟啊，嫌你上慢啊啦。各位，因为你念佛的经济愈来正愈调，你占的因缘也愈深，各位，你的信心愈继续就对。吼，唔管你佛祖佫足慈悲的，你有信的人。你念佛，我救你；你无信哦，你怀疑哦。但是你念佛，我嘛照常救你就对，照常救你。所以你要知影，唔管你念偌济声，即马已经就嫌你讲上慢啊，甲即人阵啊，你伫世间也无偌久啊，为什么无赶紧用功？可以嫌你讲上慢啊。咱早都爱念佛啦，唔通要到往生的时阵再念佛，袂赴啊，各位对不对？已经上慢，你还佫靠别人哦来甲我做念者，啊，什么人来甲我帮忙者？你讲，已经万一啊，因缘无够，你无甲人结好缘，啊，结果大家拢无行骹到，你就死啊！各位对唔对？听有无？所以平常时爱甲人结好缘呐，平常时一定爱甲人结好缘。当下你要追赶，已经嫌迟，就嫌你慢啊，对，已经嫌你上慢。岂能将命交阴府啊？岂能将命交阴府？你哪里会当讲将你的命、你慧命要交我阴间地府？死了，迄灵魂个唔是去西方，唔是去天堂，各位唔是转世出世自家去做人，唔是去到去阴间地府。迄若去了，都各位几啊劫哦。几啊劫哦，各位，唔是讲吼1000年、100年安尼偌久的时间就结束，唔是，几啊劫的时间伫遐拖磨哦，各位，安尼甲你领地，各位甲你折磨，上刀山，吼，哎，过迄个劫海，各位，安尼，吼落油鼎，各位，安尼，得甲你拖磨，为什么？你在生，你也无要念佛，啊，咱的心情佫歹，习气佫重。所以，咱真够贪心，真够怨妒，佮足够计较，像这款的心性，你死了，你要走倒，咱拢讲西方是咱的家园，啊，咱一般人来讲无念佛，你去倒地狱是你的故乡啊，地狱是你的故乡，各位，啊，你对唔对啊？所以在座个要注意啊，要注意，念佛旷时找理由，何时无常你不清楚。当下追赶已嫌迟，岂能将命交阴符啊？各位对不对？有没有道理啊？私心来话，我心来话要甲恁讲，我早起才写，
早起才下，吼，真好。就这个一面，甲恁在座各位通知哦，报告，甲恁介绍，希望咱大家一面呢，赶紧念佛，看原来西方成就，好冇？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